镜头来澳洲，澳洲即马好许多的疾病，流行感冒，也有新冠病毒等在滚价。西班牙是拍算讲，全国的医疗院所要求爱挂喙罨，伊若伫意大利，好许多疾病感染率嘛创下新高。昨天西班牙伫顶礼拜真侪地区针对医疗院所病人、来访人甲工作人员实施喙罨令了后，中央政府设备提起扩大到全国，不过也有真侪所在卫生首长表态反对，当局按算七十做出决定。Crec que l'ajuda no fa falta, però transports públics, llocs on hi ha molta gent, jo crec que... De los resfriados, de la gripe, de todo lo que pase por ahí. 澳洲这边有防管制中心建议，老人感觉无舒适，爱踮伫厝内，佮考虑伫人济所在医疗院所挂喙罨。澳洲人应该照国家指引，较危险的族群爱做疫苗。目前流感流行情势比其他包含新冠病毒在内，常常看到呼吸道疾病更加悬。En los últimos días nos enfrentamos a un notable aumento de infecciones por virus respiratorios, un repunte que previsiblemente seguirá intensificándose en los próximos días. La incidencia actual es cercana a los 1000 casos por cada 100.000 habitantes a nivel general. 意大利国家卫生院公布数据，自2023年最后2礼拜，类流感疾病，包含流感甲新冠病毒病例数创新高，甚至超过疫情时期。最后2礼拜发病率每千人17.7到17.5例。专家表示，发病率提悬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无过挂喙罨，也有做疫苗的人较少。目前当局无实施喙罨令的拍算。同款的经历流感冲击的葡萄牙，最近这几礼拜排急诊室的时间已经拖超过10点钟。最后1礼拜，重症甲护病房流感病例比率达到创纪录17%。不过，卫生部门却认为无理由实施全面性的喙罨令。公视新闻，王文玲报道。